咧创啥物？我毋是歹人咧，毋信你会用去问迄小二哥啊？毋免问，我知影你若做傲剑戏的。好，啊，安尼，你嘛应该知影讲我是好人哩咧。我管你是好人啊歹人，讲，你秘踮咧我的房间是咧创啥物的？将我夫人惊到安尼死的。你惊到哦？你无滴无当记一声，迄惊到的人是我呢。啊，我也惊到，啊，你也惊到，安尼大家拍拄好，无输赢啦。你知影我会用咧办你小偷之罪？嘿嘿，大名鼎鼎，京城派来二情四品带刀护卫咧办的，拢嘛是迄落惊动天下的大案件，哪有咧办这小贼仔案？安尼有损你的威风，所以我知影你绝对袂发我。嘿嘿嘿嘿。你讲哦，你鬼鬼祟祟来我的房间是咧创啥物的？好，无啦，我是要来探问恁夫人啊，讲伊是毋是真是有看到迄个杀人犯的面？伊若真是有看到，我互你看到，你敢会认呢？无啊，啊，这个代志是甲你啥物关系？是毋是刘和山叫你来探查的？刘和三伊是一个铁汉啦，伊敢做敢当，伊哪会去叫我即种人来伫咧探查啦？迄是我敬佩，足爱互伊做徒弟，所以哦，我主动家己要来调查的。刘和山，伊即马伫咧倒位？我毋知，你毋知？毋知。毋讲，我着你真是要苦的。哎呦喂啊！这个啦，迄安尼会生气着。你讲无？无啦，我讲啦。啊，都伫咧东门城外半山腰的山神庙啦。好，带我来去。好。行。遮尔暗啊，哪毋去困啊？叫我要安怎困下去？唉，拢是阿娘毋好，拢是阿娘害恁兄弟啊！阿娘，不要紧，你莫过伤心啊。朝廷已经派人来伫咧监视你的办案。而且你阿兄何三也受嫌疑啊！假使若互迄个秘书查出讲杀人的证据，到时阵就是你毋办恁阿兄嘛袂用的。看，叫阿娘要安怎做？阿娘，你免烦恼，害你已经想过，我宁愿这个顺案无爱做。也要保护阿兄的安全。其实，你。
自由是大哥，无用我，伊早已陪我读书，是甲会做伴。起灵的亲手将大哥审判。K 三，地来不易，会讲明，你不可轻易断前程。处事应该爱冷静，惜我挽救好三兄。阮大哥三人啊，做个人道，我哪有这个办法去救大哥？我有一计，毋知好毋好。什么计？你讲。水春啊，你紧讲，紧讲啊！我是想讲，趁即马还阁无杀人的证据，官府上未下令冲那何三兄的进前，就叫何三妈快脱逃。躲，对，走愈远愈好。对啦，K 三的，要若安尼，你就袂为难啊嘛。记我所在，阿兄是绝对袂离开这个所在，是安怎伊哪会袂离开？因为阿兄伊要保护花玉芬。是花玲芳因小妹是？是，当初花玲芳亲嘴答应秀龙的婚事，所以阿兄若离开这，秀龙一定搁再来逼婚。何三这个囡仔吼，家己的性命都咧保袂掉啊，要我伫咧顾别人。阿兄是一个真重感情的人，伊欠花玉文的情，而且伊要杀最后一个秀人，就是秀龙，所以伊一定会踮遮等甲秀龙出现的迄一天。假使花小姐，伊若是肯甲何三兄斗阵走，我相信何三兄一定会答应。对啦，K 三啊，既然恁阿兄何三若甲玉文的感情遐尼好，假使伊两个人若会赶紧成亲做翁仔某，安尼就无代志啊嘛。阿姆，我即阵就来去见花小姐。你叫我甲刘和三逃走？是，只有你，才有法度救何三兄。你意思是？何三兄现在的处境，我相信你也真清楚。敢讲，你忍心互K三审判家己的大哥姓？中顺坊被杀之时，有人目睹杀人现场。啥物人？神秘剑客的家后，白凤珠。神秘剑客是朝廷派来，敢是K三办案的秘书？是真的？当然，伊也已经甲K三见过面，而且要求K三安排何三兄甲伊的家后见面，目的就是要指认凶嫌。何三兄现在只有逃走一路，别无选择，也那无，伊只好负手认罪。
虽然是为着客山的前途着想，才来见面，也过我相信你也会为着何三兄的性命，而考虑我的要求。华小姐，最后一个有关你的问题，我必须爱甲你讲。有关我的问题，是，何三兄，伊明知影身处危境，却毋肯逃走，这完全是为着你。为着我，对，受了，随时会来逼亲。不过，何三兄，伊要杀的最后一个受，就是受了。华小姐，你甲何三兄的感情，我真了解，也只有你会当可劝伊。你要安怎做，由你家己决定。我告诉。李和三，若无杀死秀罗，伊是无会去投案。随春所讲的话，拢是实在。你去见李和三，改走。大哥，我这个做大哥的人，是袂用家叫小妹，佮一个散落的秀人走。为着你，我只好着开嘴甲你讲。当初是我答应秀龙的婚事，如今我无迄个能力收回这句话，只好借着李和三来除掉秀龙，挽回你一生的幸福。不管李和三失道，或者是被官府所弃，秀龙随时就会来逼亲。所以，你爱甲李和三离开这个所在。你家己的重心是幸福，或者是不幸。就由你家己来操作，卫兄，对不住你。你是不是愿意甲李和三走？爱你跟我走。是啊，咱即马若无走，就走袂去啊。走袂去，大不了罢了。必先去，必抬头。李和三早都无想要活。何三，你死，秀龙还袂死的。敢讲，你无想要杀秀龙？敢讲？你愿意留下秀龙这个祸根，你无想要夺回克杀信业的剑破心？敢讲？你愿意让秀龙来向阮大哥逼婚，娶我？
去带我走，无论什么所在，我拢愿意带你去。后生，我较艰苦，我拢会用忍受，只好会当甲你相处。大概一件代志，你晓袂记？我是害死恁老爸少年啊！虽然你的大哥伊无想要报仇，但是我是害死恁老爸少年，这永远是无法度通改变的。你用来对一个说话的少年走，敢讲你用来嫁予一个说话的少年性？待我的感情，刘和山，伊死也阁唔敢把你忘记。但是，刘和山，所借来祸应该是爱我家己去收拾。但是，什么人都无法度通欺负我。我生是，我应该家己自己明白的。未死的进程，我无想要连累任何人。要不，你也是转去。找无啦，啊，可能是我记唔到的款。嘿嘿嘿，你咧骗我吼？无啦，我哪敢骗你？你甲我带起来这个山顶，安尼踅规半步，你搁敢讲你无骗我？你问我看你后山去倒位，我都唔知影，你硬硬叫我讲，我只好甲你带来山顶才行行的嘛。哎呦，对我这种人，算什么是英勇好汉呢？哎呦，我会知话，紧走，伊是朝廷派来的士兵带刀护卫呢。我知影。你知？刘和山，是毋是要搁逼我出剑？是要请你来去见一个有啥人？是前类玉公主。安怎？你唔敢？有啥物唔敢？安尼真好，请。安请。有啥物顾虑是？顾虑是，想要请教妖后话几句话。请说。爱刘某去见尊夫人，唔知是讲有是私呢？公私皆有。既然是公事，必须要在公家面对尊夫人。真好，那你姚某即刻带着前类，到甲顺安大人之处，恭候国校大教。刘某立刻就到。
就是柳河山。夫人，你捌见过这位柳大侠无？夫人，你讲话啊！夫人，是毋是捌看过？